在国法委配，台湾研拍在2026年间下会变做超高龄社会，尤其係喺云林、嘉義同屏東野島，強中人口單都存在中嘅農業園。廿多年來，用我們後生人轉到家鄉，甚至係做農業相關嘅投入，係佢哋當愛解決嘅問題。有一群屏東嘅小農同青農結合起來，喺新北鄉成立嘅屏東縣自然農業示範基地。3萬嘅一年，唔單止做自然農業做得以好，還加強嘅社區綠色農村嘅旅遊行程，打幫平地好食節來推廣屏東在地嘅好食材。家頭未了解，係個唔使只到面對後生人轉到家鄉嘅議題，點都係開到幾下頭。除咗我有好為耕種技術，沒有材料供應的。時尚劇團帶來給我們的金滿姐的故事，掌聲。主角出來嘅演出嘅係金滿姐對學樂莊加到客家莊嘅故。阿爸，水姨，水是姨，太陽下雨的那姨。好，我去換。阿爸。舞台上嘅金滿姐將加到客家莊花唔同見樓區，真正主角有金滿，呢套現場佢首歌做到130場。不是說10分啦哈，但是也有8分像啦哈，因為只要是說我們是在客家莊，如果在客家莊，如果用客家話來講的話，更傳神啦。這個故事呢，就是那個有一位女生，她是閩南的，可是她嫁到客家的時候，她本來沒有從事農業，後來她跟着先生，因為在改良場，所以呢，她覺得他們也想要來做實驗農場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大家都要噴農藥嘛，可是她覺得噴農藥其實對他們自己身體也不好，然後吃的東西也不好，所以她決定要來做。演出嘅實相劇團係屏東菜地劇團，當3萬頭推廣生農教育。今年主要演出嘅係有機農友金滿姐嘅故。3年前呢，我們就夥同我們的夥伴，還有故事媽媽，就開始就是帶着農民劇這件事情，然後到學校去做實農教育。那這些孩子呢，就是有一些是在學校的孩子，但有些是我們有一個兒少照顧的志工姐姐們加我們的團員，我就夥同了大家一起，每一年一出戲，然後演不同面向的。那我們今年演的是阿滿姐的故事。因為我們大概80年的時候我就接觸有機農業了，所以我們換了很多工作，但是有一天我發現我對這個農業的時候，我才真正找到我真正需要的、真正有意義的，在人生來講，因為我發現做農哦，其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困難啦。我感謝大家按熱嘅參與，我哋首先呢我哋邀請江總建工社區產生呢一個客家歌謠促進會。用發言歌謠來同平地好食節開場，又有新農耕農村實習，出條農民劇團來表現出生農教育成果，讓本人看到自然農業示範基地，農民辛苦耕種的一年按大年成績。平地好食節呢是一個成果發表會的概念，那結合我們學習型城市以及新農業示範計劃，好，那我們新農業示範計劃在示範說我們怎麼樣去建置屏東自然農業示範基地，以及我們怎麼樣協助農友開始執行這個自然農業的部分，還有我們怎麼樣跟學校合作實農教育，以及開發綠色農村遊程。那這是我們的活動中心，現在全省裏面有沒有夜不閉戶的活動中心？大概只有我們建工社區。張夏燕嘅建工村長總贊祥帶領學生嘅參觀社區，也係按多年來社區當起嘅綠色農村遊程，包含參觀曲谷倉同樂貨坊，愛社區洋草
同农业共同来发展。我沙琪对85年开始入做沙琪的洋葱多见银行呢悄悄都有入来甚至于我最高纪录一年带到12磅的游览茶变啊讲安尼都有的沙琪的安尼导览不错嘅都行安尼算是讲深度旅游啦入到安尼货房嘅甚至于个路安初步嘅蔬菜。在总站乡带领下，全村多多嘅行乡有机农业。日本新市县金南堂议会副议长安田燕接受邀请来参加活动，佢发现台湾农村比日本農村還較有法律，有機同有山農耕咩唔會輸日本。日本は最近本当に少子高齢化といいまして、なかなかこういったことがだんだんと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でもう一つは有機栽培とか無農薬とか、日本でも最近少しずつは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ますが、台湾の皆さんが考えているようなそのレベルには全然いってないので、実本当にびっくりします。桃建公村口自然農業示範基地，所有客人喺總站鄉嘅報告，本地喺行到嘅農地，總站鄉就同佢衰下來，為採地小農同青年農民共下來做自然農業，農民共下來做有機資材一道，相互合作，這麼13年越做越故事。我要是有一甲呢，你猜我13年我咩冇材料做呢？佢說我哋拄到我哋一個私人農業嘅夥伴要對親我狀況都有5、6個，有5、6、3房，一個有去上過自然農業安尼課程嘅。我們開始接觸自然農業之後，就開始跟在屏東縣的這些農友一起合作。一開始是做每個月定期的聚會，那時候只是做這個實踐上面的一個分享。那接下來的話呢，就在村長的協助之下，我們就成立了這個屏東自然農業示範基地。所以每週開始有定期的在這邊做農事體驗。吳家發係新兵人，佢正下嘅採地資源，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內合作，佢也從平地好世界發通學生嘅全場記錄，準備做樣相。佢對教農民協同記錄自家農作過程，培訓出農民圖言。比如講鄭仲漢妥協今晚接顧也過程，對頭下馬完全愛學，到最尾非常感動。先生本來能來去農場的時候，就是可能一開始覺得農場有乜嘅好翕咧，然後結果進到農場裡面會覺得說煥然一新，就是煥然一新的感覺，然後讓我覺得原來不要撒農藥，或者是說只要去整草皮，不用用農藥，那也可以種出一個很好的農產品。我那時候帶的比較好奇的心理，想說，農夫會需要拍片嗎？農夫會需要使用影像嗎？然後來到現場才知道，哇，每一個農夫他們對自己種的食物都非常的有使命感，希望把我種的這些植物的這個過程，還有它的這個理念，跟大眾分享，而不是只是把食物生產出來而已。另外咧，學生嘅李坤漢，佢記錄青農種青文，帶領小朋友做食農教育過程，佢也認識到有機耕種意義。有機的方式去栽種，對，然後把這個方式、這個觀念傳達給小朋友知道，對，然後希望他們也可以覺得說，我們用有機的方式也可以把農作物種得很好。對，那時候就是說，就像那個文哥講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好，就是我們要種的健康，也要吃的健康。這樣，屏南社大，他剛好有這一個機會去接觸所謂的東港溪流域這一個社團啦，所以他介紹我過來這邊參加農輔導員。一開始我們去拍別人，去製作一個影片，讓自己觀賞。後來在我被拍的同時我也感覺說，真的需要很多的媒體來講我們好的產品。張青文本單頭都市做事，為了照顧野外轉到屏東，佢發現近來見到人土炒地皮，甚至到農地放鐵，
古所先去屏东科技大学参加有机农业班，转到家乡过后，用自然农业方法来学习。那因为有机的，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讲了啊，教授讲说，你一定要苦3年啊，没有苦3年，你没办法去做到所谓的有机啊。那我们回乡之后，那我们也朝了这一个方向。一开始我们开始去从所谓的鸡肉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啊。那养鸡是一个最主要的收入。大概这是什么？姜啊。将自身咩做自然农业盘称，基业也种的2年姜黄讲，自然农业从事生态循环，用自家做微生物来转做营养剂，完全唔是用化学品。伫这个自然农业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因有，我感觉因有这个气化能力，甲结合这个虽然这个自然农业对因来讲，像甲伊无啥物科技，无啥物迄落来讲，毋过感觉对因来甲这个年轻人来结合哦，有一寡互补啊。自然农业是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农友，他在他的一个实践自然农业的过程呢，是能够比较落实的，而不是为了想说，我们要有多少销售量，然后慢慢的把自然农业这一块做扎实之后，销售的点我们后端的部分再来去想办法。俺哋冇用皮料，冇用化学品，也冇去杀农药，也个地都冇用，俺哋完全靠入去微生物，即系讲直接被去除啦，俺哋植物，迄讲该种该用嘅是唔惊虫嘅，但是俺哋一般嘅农业咧，伊都清惊虫嘅，做乜用惊虫嘅，天咧伊冇种冇用。带定理想来做自然农业，总在向同家花嘅期望，有行得到青年农民转到家乡来参加。今年37岁青农赖俊杰，屋开3分2地种姜枣，佢认为青年转到家乡耕种係好事情，不过自家先做有好事，再过来讲理想。很希望有新血加入啦，不过有等俺哋睇現實同嘅新青農嘅觀念無共樣啊。有時陣俺哋講咧，伊冇一天要結束，因為伊免講，可能俺哋國好，俺哋好3年國好，用睇現實用冇聽俺哋跳班咩，俺哋同俺哋爸爸俺哋講，俺哋所以講俺哋咩第一嚟睇上買，俺哋新舊嘅觀念都會融合啦。不要說完全是專業啦，如果今天你還有另外一個收入的話，可能你還是不要當專業農，除非你的面積夠大。一般我們如果小農，我還是認為你還是要半農半 S。人講半農半 X 最近工作，很多做發揮專長嘅頭路，有固定嘅收入。吳家花最頭做自然農業，另外一方面用行銷整合專長來賣農產品，未帶定學生嘅體驗生農教育。佢想法係對1級產業做稀釋，佢一整合變做6級產業。農村產業的6級化升級的話，你沒有1級產業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回來做這個自然農業示範基地我很深刻的去了解說，我必須要自己參與第1級生產的實作，然後我才可以知道說，原來整個流程是怎麼樣。那接下來我如果要在做友善農耕的推廣的時候，我就可以去和我的農友交流。我們種田也是種人啊，我們要的是人心啊，而不是所謂的農產品啊。農產品你吃了就沒有。可是人心是不得了的啦！你今天種出好的人心的話，那以後世世代代會保存這一份自身的一個情感啊，他會去愛護這一片土地，愛護這一片家園。台灣農村人口結構高齡化，還靠有新的人才加入。吳家花結合一群小農同青年農民，開業自然農業示範基地，係講有進來更多青農。唔單止講理想，要有長久知識，當實際用上利用農地，按用台灣農業，就會有越來越多新動力。